人民文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丽君。顾虑是有的，无论我本人内心是多么的坚定，但是别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有时候甚至是怀疑自己陈丽君，怎么回事情？我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学习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觉得粤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它。天命，奇遇，顾虑是有的。来到这个节目的消息出来之后，其实就有很多声音，就是他是不是要去娱乐圈发展啦？他是不是要不唱粤剧啦？无论就是我本人内心是多么的坚定，但是别人是不知道的。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来了，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我的根是在舞台上。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是为了宣传粤剧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他们也愿意让我一起在这个舞台上面去宣传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宣传戏曲，那我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在出舞台和义工这个目标，我就已经我觉得我也很满足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不重要，其实就让时间去证明。我看到每一个姐姐们的一种对于生活、对于舞台的那种态度，或者对自己的期待，都会给我一种新的刺激。我觉得他们享受舞台的方式，跟我在我们戏曲舞台上享受舞台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能够找到共同点，又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点。我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学习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没有想过，其实可能这就是我的一个性格吧，我不会觉得自己是黑马或者是什么，因为我来到这里，我甚至我不知道我会走到哪一步，所以我会在走到每一步的时候，从初舞台开始到义工到现在二公，我会尽量的去植入我们粤剧，当然是要符合这个舞台的这个风格的。所以你说大家觉得我是黑马，我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个支持和鼓励，我会努力的去做好。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有那么多姐姐们的一个舞台，大家都非常的优秀，真的都非常的优秀，我经常会被大家的闪光点所刺激到。我觉得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多元化的，它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坚韧的，可以是勇敢的，又可以是智慧的。我觉得女性力量它是不被定义的，有可能在曾经的很多时间里它被人忽视掉了，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然后当它的阳光雨露来的时候，它就会开出非常惊艳的花朵来让世界看到。因为我的家乡是嵊州，我对粤剧不陌生。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可能爷爷就会有哼过粤剧。但是你说真正的启蒙的话，我觉得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吧。我的音乐老师，他一半时间给你上儿歌，他一半时间教你唱粤剧，这是他自发的，因为他特别喜欢粤剧。其实我真特别感谢他，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老师存在，才会有更多像我们这样喜欢粤剧的孩子。很多次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一直在咬牙坚持。我记得曾经吧，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在练胯，然后我撑在那里。但在这之前，你已经练了很多，做了很多轮训练了，然后你手已经在抖了，然后汗很多无数，然后它从你身上掉下来，滴进那个毯子里。当时我就觉得我坚持不住了，但我一直在坚持。我那个时候我脑子里还在想，这张毯子上流过了多少人的汗水。今天陈丽君，你的汗水也要留在这里，你要坚持住，别人能坚持下来，你为什么不能？这个是
哦，四爷，对，这是我从08小百花班毕业的第一个毕业大戏，《步步惊心》。当时我们小百花越剧团是排了2个版本，一个是大版本，就是蔡志飞老师、张艺清老师、吴春芳老师他们有一个模板，然后我们是小花班版。他们排一场，我们排一场，就是也有这么一个传承，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快速的去学习和接受。但是作为当时的我自己，精神压力特别大，晚上睡觉都在做噩梦。在你心目中，小百花是艺术水准那么高的存在，我明天我会不会出什么差错？就是其实当时的精神压力还挺大的。对，让我看看。哦。《文女白寿》是我们小百花的立团制作，然后这是我拿到的第2个角色吧。毛老师也是这个，对，毛老师就是这个角色。对，所以在你心中，毛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毛老师是一个非常智慧且非常有勇气的这么一个艺术家，他一直非常勇敢，一直都没有停下过他的脚步，并且一次次的带给大家惊喜。哦。梁山伯原著，我在意的就是我上台之前我有没有准备好，我是不是这个人物，这个会让我压力很大。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我们毛老师，因为他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每天都在鞭策我。我觉得在舞台上表演，不是说我追求的是不能出一点错，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像这个人物，因为你只要像这个人物了，无论你做什么，你是他，你就可以。哦，贾宝玉，簪花营其实。我当时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还在小百花班的时候，是我的学姐们他们所创作的这么一个小剧场的一个作品。我看到了这个作品，我想哇，好美，好浪漫，好难过，好感人。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艺校的时候是学了那么一点的，自学了一会儿。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成为了小百花的演员，然后让我们回去重新去演这个作品。然后我就有发现，我不一样了。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感受到它了。下一个，这个是肯定绕不过去的一个哈。进入新龙门客栈这个剧组，在成为贾婷之前，这个剧其实它已经很成熟了。我当时作为一个观众，坐在台下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不一样，好特别，我对他抱有了很大的信心。我当时觉得他能成功。问一句，可把棋子定放光，色一线，四面楚歌，为贼当行。首先它就有我们这个艺术前辈老师们的这个水准在的，有他们操刀，然后又有90后的这个主创团队，有青春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因为观众朋友们真正的对于这个作品的喜欢，然后进行了很多的2创和传播。我们现在没有哪个人是不刷小视频、不看、不上网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传播，让更多人去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它让你融合在里面，它是粤剧，但是它又新鲜，它又能够进行一个交流，有非常多的这个时代的这种元素加进去，这就成就了它的特别。我认为的流量，它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一样，它永远是起起落落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对于粤剧的这个关注度能够停留的这个高峰值能够停留的更久一点、更长一点。何文秀，何文秀是我们影派里非常非常经典的传统大戏，这出戏真的很难，真的很考验演员。我当时刚拿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从唱念做打所有的这个人物，我太多的不足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会再太多的情绪内耗了，我就告诉自己没关系，陈丽君，你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不好，你在每一场的这个演出排练中，你去改，你去调整。但到现在的话，我已经学会了去享受
享受这个舞台，去放松的走进它，而不是去在意哪一句话、哪一句唱腔、哪一个动作。我也很感谢，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会把我的这个演出的现场录下来，然后我就每一次都看，每一次都发现，哎，这个地方我可以再调整。你可能今天你演这出戏这一个桥段的时候，你今天对它的理解是这样的，明天你加深了，然后你的处理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不一样，你的语气、你的唱腔、你的情感、你的节奏，它都会发生变化。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角色和这个特别的神采飞扬，太神采飞扬了，是不是？我觉得粤剧，首先声腔很美，音乐很美，它的形体很美，它的扮相很美，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舞台选择。重点，它还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为之骄傲的传统文化。其实，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或者是像梁祝啊，如果说是有真的想要好好的学习粤剧的，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这个 APP 呢，不是广告啊，不是，就是我的母校，就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里面有个戏曲学院的那么一个公众号，它里面就有真的非常专业的课程，非常专业的老师们去教粤剧唱腔、粤剧身段、粤剧形体、念白，都有非常的专业，就是曾经教过我的那些专业老师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粤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它。这就是我的真心话。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高大的，但是我一直会在他身边，他也一直陪伴了我那么多年，从今以后一直都会是这样。这些都是陪伴了我一路走来，这是我的人生的这个角色，人生角色啊，不是，这是我的一步一个脚印啊。真的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做到最好。但太完美的人才是不完美的。对，其实我经常崩溃，我没有状态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状态好，你才可以坚持做下去。